因为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5月初7。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8篇，以赛亚书42章第5节到第9节，书的行传第10章34节到43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平等。伫旧年美国的总统大选进前，美国发生一件黑人受到警察压制死亡的代志，因此发生了乌命贵的街头暴动。伫最近，美国也发生一连串亚洲裔黑人当街受到暴力的对待。甚至无几工前，有台湾留学生伫纽约的街头，互黑人的一个负责人用这个电的物件来甲伊讲受到伤，去到伫病院醒7点的事件。有人在讲着黑人比较高阶，亚洲人较容稳，较严严，较恬静，所以这代志拢较无扩大，或者是被重视，较袂晓争取啦但是会晓争取，甲袂晓争取，牧师认为这毋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对待别人的态度。咱时常批评犹太人真够排他。但是，咱敢有想过，敢真正是犹太人会有排斥别人的这种做法吗？事实上，任何的人种拢有可能来轻视别人的可能性。就咱头前讲到这个黑人因的问题，因伫遐咧争取黑人的权益的同时，因变成做暴动，也有别种的人受害。伫黑人咧追求乌命贵的时阵，阁有黑人来轻视、来拍伤其他的族裔，特别是亚洲裔。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的眼中无有平等这个标准啦。这个是人非常容易遭受到咱讲共文共种的人，因就较亲近。实在是讲语言不通无共款的人种，就比较较容易存在这个互相排斥的感受这个现象。就算是伫台湾人，对伫其他族裔也拢会有这种排斥感。台湾话若准伫咧称呼人的后壁增加一个字叫做基本上就是无介尊重人的意思。好若亲像咱讲囡仔，还是讲外劳等等这些名词。我会记得伫较早做兵的时阵，伫分派到部队去，只要听到一个共梯厝的人，就若亲像咧拄着安尼熟悉的朋友共款。拄入去伫部队内底做新兵粉的呢，中心的阿兵哥的时阵，听到这个共关市内，虽然是无互相熟悉，嘛好若亲像足熟的，拢用共乡的来彼此称呼。伊面伫国外听到对台湾来，都拢会感觉特别的亲切共款。这是咱人的问题啦所以当咱认为讲犹太人、法利赛人真排他、真看轻别人的时阵，咱必须爱先反省咱家己，是毋是咱嘛共款真容易犯安尼错误？就算是使徒，就算是彼得，也会犯共款的问题啦这问题是讲，咱敢有听见上帝呼召，看见上帝所甲咱画迄条界线？
事实上，只有遐个家己选择离开上帝的救恩的人，因无法度得到救恩以外，上帝对待人并无有差别。亲像昨昏咱分享的哥尼流同款，这个敬虔追求救恩的人，上帝袂有任何的差别待遇。亲像彼得伫昨昏咱看的最后一节，甲今日第一节共一个吼，伊讲现在我确实知上帝对所有的人拢平等看待，这是彼得的话讲的。接续咧讲，伊讲只要是敬畏伊、行为正直的人，无论属伫倒一族，伊拢欢喜啦。所以基本上，伫基督教信仰的标准来讲，毋是干那行好，是敬畏伊，搁来行为正直的人，上帝拢无有差别来看待。也因为彼得伊真清楚家己的呼召，也领受着圣神的启示甲异象，所以伊深知上帝的旨意。不但安尼，当保罗第一届宣教旅程倒转来到伫即个耶路撒冷了后，因伫即个遐来分享外邦的福音，伫使徒中间来引起辩论。彼得用家己的呼召的经验来为着保罗即种外邦福音的服侍来讲话，所以咱会当对使徒行传15章对第8节到11节看见彼得伫迄个所在来去为保罗所讲话。耶稣基督对使徒的呼召是甚物诶？当然不只是对犹太人传福音尔尔。乃是对所有的人，咱讲正人啦吼。大使命伫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会记载安尼讲，伊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已经互我，所以恁着去，互万百姓做我的门徒，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既然我吩咐恁的，就拢教示因来遵守。我就常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伫这所在讲的万民是指所有的人，毋是犹太全部的人尔定，是世界上所有的正人，凡也愿意相信并且接受伊的救恩的人。以赛亚先知也安尼讲，伊真明白讲上帝创造这个天，来开拓这个天，也依造地甲地上一切生物，伊赏赐互人有喘气。主上帝对伊的奴仆安尼来宣布：我上帝呼召你，赏赐你开力，互你伫世界上主持公道。我要借着你甲世间人立约，我要互你成做万国的光。你将要开青眉人的目睭，带遐个被关的人出监狱，互乌罗中间的人看到光明。我是上帝，这是我的名。基督徒要安怎伫世界上来主持公道？绝对毋是用家己的欢喜介意。爱是用上帝的标准来做标准，用上帝的旨意来做咱的碗课。上帝对人的公平无差别的待遇，是咱所要追求的一个标准啦吼。当然，对人性来讲，这并无容易，但是却是咱受呼召的目的。咱三个来努力。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是2021年5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8篇，以赛亚书第42章5到9节，使徒行传第10章34到43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平等。去年美国大选之前美国发生了一件黑人被警察压制
导致死亡的事件，因而发生了普遍性的一个黑命贵的街头暴动。那最近在美国也发生一连串亚裔民族当街被霸凌、暴力相向的事件。几天之前，更有台湾留学生在纽约的街头上面呢，被一位黑人妇女以棒槌伤害，送医后缝了7针的事件。有人说，因为黑人比较会争取，他们会大声的嚷嚷，而亚裔人士，特别是台湾人都比较沉默容忍，所以就没有那么大的新闻，或是扩大，或是被重视。其实呢，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在谁会嚷嚷，而是人对待别人的态度，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了哦。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时常批评犹太人非常的排他，但真的只有犹太人排他吗？事实上，任何的人种都有可能歧视其他人种的可能性。就以前面提到的黑人争取权益这个黑命贵的运动来说，后来变成暴动，暴动就有很多其他族裔也受到伤害。在黑人追求黑命贵的时候，同时他们也对其他族裔歧视甚至伤害。根本的问题是人的眼中没有平等这个标准。人们非常容易就与自己的同文同种的人比较接近，对于那些语言不互通的或是不同人种的人，比较存在有排斥感的现象。即便是我们讲说台湾人呢，我们对其他的族裔其实也有排斥感。以台湾话为例，台湾话在称呼人的后面如果加上了一个仔，意思就是说尾音多了一个上飘的尾音的时候，就是表示不太尊重的意思。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小孩子就会讲说高音或是音我们称呼外劳，现在不称呼外劳因为都容易有这个称呼的问题其实改任何名字都可能是那我们会讲说瓦勒这个都是不太尊重的意思。记得在当兵的时候呢，我们分派到部队去，只要听到一样的同梯次的人就如同他乡遇故知一样就会以那个同梯的互称那在新兵训练中心的时候呢，听到同样的城市乡试来的我们就即便是不太认识或是完全不认识的人，都会以同乡的彼此称呼，好像非常熟一样。移民到国外，听到从台湾人的，同样是台湾人来的，就会觉得非常的亲切。所以当我们认为犹太人或是法利赛人很排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记得先反省我们自己，是否我们也非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使徒们彼得也会犯这样的错误。除了教会的问题，我们昨天谈到的，我们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听到上帝的呼召，是否我们有看见上帝给我们画的那一条界限，或是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感觉呢？只有那些自己选择远离上帝的人，他们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外，其实上帝并对待别人并没有任何的差别。如同昨天分享的哥尼流一样，这样的敬虔追求救恩的人，上帝并不会用任何的差别待遇来对待他。
就如同昨天使徒行传最后34节啊，今天也有出现哈，彼得所说的话。现在我确实知道，上帝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只要是敬畏他、行为正直的人，无论属于哪一族，他都喜欢。彼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知道自己的呼召，他领受过圣灵的启示以及异象，所以他深深的知道上帝的旨意。他说只要是敬虔的、敬畏他的正直的人，无论是哪一族，上帝都喜欢。不但如此，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结束，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分享了外邦福音的事情，那使徒当中也出现了争辩。彼得以自己受呼召的经验来为保罗的外邦福音服事说话，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5章第8到11节。耶稣基督对使徒的呼召是什么？当然不只是对犹太人传福音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众人。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个大使命记载这样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所谓的万民是指的所有的人，而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而已所以是世界上所有的众人，凡是愿意相信并且接受他救恩的人。我们还是要回到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嘛所以以赛亚先知他也说得非常明白，上帝创造诸天，伸展天空，他造地和地上一切的生物，他赐给人生命气息。主上帝对他的仆人这样宣布：我上主呼召你，赐给你力量，使你在世上主持公道。我要借着你跟世人立约，我要使你成为万国之光。你将开盲人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监狱，使黑牢中的人得见光明。我上主，这个就是我的名。基督徒如何在世上主持公道？当然不是用自己的喜好标准，而是要用上帝的标准为标准，以上帝的旨意为依归。上帝对人的公平无差别的待遇，将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标准跟目标。当然就以人性而言，这样做其实真的是不容易，但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我们受呼召的目的。我们一起努力吧。